咁啊，上一次咧，我特別講到靈界咧，我自己親身嘅經歷，咁啊都引起好多人嘅興趣噃。咁啊，因為我接觸到靈界，主要因為我係之前曾經係修煉過，咁啊，我大概係15、16歲開始就去追求咧嗰種靈界嘅經驗咧，我去打坐，係希望得到解脫嘅。咁我打坐過程咧，就發現喺體內好似有一種嘅能量嘅聚集，好似一股氣，呢股氣又能夠運行於全身，佢全身咧係可以帶嚟好似某一種嘅身體精神嘅改進。咁啊，當啲氣集中喺丹田，可以運行全身，到一個階段就忽然間有開天眼嘅經驗。開天眼就係話喺眉間呢係睇到一種嘅其他空間嘅存在。咁其他空間即係話我哋人眼所見嘅空間就係長闊高三維空間。咁啊，加埋時間呢個愛因斯坦嘅相對論提到時間係第四維嘅空間。咁呢個係人類知識可以知。而我哋感覺見嘅三維空間，我哋從理論推論咧即係我哋時間都係一個經驗，但係同時係另一維嘅空間。咁第四維空間之外，有冇第五維空間或者其他嘅空間呢？咁就所謂靈界嘅經驗出現嗰陣時咧，就係發現咧係有其他維度嘅空間嘅存在，而且呢啲嘅空間嘅維度咧，即係話係喺我哋所見嘅之外嘅維度。咁當然目前咧，我哋根據所謂 superstring theory 咧，即係超弦線理論呢個科學上比較新啲嘅理論咧，主要就係話物質嘅最基本結構唔係粒子，而係一條條能量嘅線。咁呢啲能量線嘅交疊形成咧更多維嘅空間咧，咁大概推論10維至11維空間，至目前嘅科學嘅推論。咁即係話呢啲唔係我哋眼所見嘅空間。咁但係如果我哋由聖經都已經發現啦，即係人眼見嘅世界之外，仲有眼見唔到嘅世界。咁呢個眼見到世界就係一般稱為靈界。嗰啲靈界裏面都有啲存有物咧，佢有時可以喺我哋嘅眼前出現，喺我哋嘅維度，即係又可以唔喺我哋維度出現，係退回佢哋嘅維度。咁呢啲所謂天使或者魔鬼仲有靈界嘅一種超自然嘅經驗，呢啲等等。咁而呢啲所有嘅種種嘅推論咧，即係顯示就係話聖經咧，讓我哋知道係呢個宇宙一個立體嘅宇宙，並唔係平面咧我哋所見嘅物質世界咁簡單嘅。咁我以前都分享過咧，即係話上帝嘅寶座即係有啲先知或者係使徒都見到上帝寶座係喺天上嘅世界垂落到人間。咁呢啲嘅上帝寶座就係指咧宇宙終極係有一個立體嘅最高嘅真理係在我哋所見物質世界之上之外。咁但係由上帝呢個所謂終極嘅真理嗰種嘅最高嘅維度落嚟到我哋呢個物質世界所見嘅維度咧，咁仲有一個就係我哋心靈嘅反思嘅心靈所見嘅維度。咁亦有一個咧就係話咧喺人同神之間做其他嘅維度咧，咁係咪就係所謂天使或者魔鬼嗰類咁嘅嘢咧？咁我上一次咧都特別提到咧，喺打坐嘅過程裏面係當我個運嘅氣能夠上到去頭頂又落翻嚟。咁後來我就運到由脊椎骨上到頭頂再落翻嚟咧，再上翻去。即係呢啲嘅過程裏面咧就開咧所謂天眼，即係話係突然間感受到其他維度嘅存在物嘅顯現咁顯現咧就係早期都係好似啲天魔咁咧，係騷擾我嘅修煉。咁但係咧，只要我心裏面安定咧，我就可以咧唔俾佢干擾，而且喺一個安定嘅裏面咧，我又進入過一個好深嘅領悟。個領悟就係天地萬物咧，其實都係咧係因緣起滅係一切皆空，即係一切事物都唔係絕對嘅物質嘅存在，因為事物咧都係
並不具有實體嘅存在嘅咁呢個就係當時某種靈嘅經驗。當時我又去找尋過一啲嘅大嘅法師咧去求道啦，咁亦有過某啲嘅領悟。但係咧，當你達至某啲領嗰陣時咧，你以為自己好高嘅時期咧，就其實係一個危險。特別咧，當你係進入到以為自己達至天人合一咧，咁有時就進入一種咧喺另一維度裏面見到嘅係令人覺得好驚奇嘅，就係其他嘅存有物咧，就係以神靈嘅形態出現。咁但係咧，當時啲神靈嘅形態，即係我自己上一次都提過咧，佢可以變成各種民間嘅神靈啊。咁最後我由於我都係讀哲學嘅咧，我都係有理性嘅思想咧，我覺得呢啲所有嘅神靈咧，基本上咧係佢現嘅樣咧，唔係佢真實嘅樣嚟嘅，佢即係現一啲民間你熟悉嘅樣出嚟。其實佢哋都好多個欺騙。咁例如我提過當一個神靈現個關公嘅形象出嚟，咁我都研究過關公形象咧，客觀嚟講唔係咁樣嘅。咁喺歷史上冇記載關公係紅面嘅。咁而且關公咧係喺歷史上都冇講到佢拎刀。咁而我研究過關公呢個種刀係宋朝嘅武器。咁而佢着嘅盔甲嘅特色都唔係屬於漢朝嘅。關公係漢朝人咧，如果佢死咗變神仙，咁冇理由咧係着咧明朝嘅盔甲，拎宋朝嘅刀啊。咁同埋咧佢睇嘅線裝書咧，嗰種釘裝咁靚係清朝。即係話一個人拜個神，嗰啲神嘅形象基本上都唔符合真正歷史上，即係話嗰個神係一個人變成嘅。咁但係嗰個人喺歷史上所屬嗰啲佢嘅衣着啊等等都唔符合咧，係啲人民間挑嗰啲偶像嗰啲樣。咁所以咧我就發覺嗰啲偶像挑嘅樣唔係真係神靈嘅樣。如果有啲靈界嘅存在物扮成咁嘅樣出嚟，其實係欺騙你咧，等你去進入迷信當中。咁所以咧，我就唔去咧追求呢啲迷信形態嘅諸神啊。咁佢諸神咧，其實佢向我顯現嗰陣時都叫我拜佢哋咧，亦希望我接受佢哋咧，就佢會控制到我嘅。咁但係我冇接受到，咁佢會俾我啲神怪嘅能力，或者我可以成為一個教主之類，我都冇接受嘅。咁因為我想咧係找尋咧一種終極嘅領悟，有終極領悟咧就係話我希望得到對宇宙嘅真理真相嘅真正體會。咁所以我冇接受嗰啲神靈嘅對我俾我能力啊等等，我全部冇要吓。咁但係嗰個時期咧，我發覺我好似就忽然間咧有咗一種係睇相算命嘅能力嘅，我可以知道一個人一啲嘢嘅吓咁但係我後來呢啲能力我都唔要，因為呢啲咧我覺得可能都係魔鬼咧係俾我咧係得迷惑我嘅，我唔要自己係有咩高嘅法力啊古靈精怪嘅，我全部唔要，我只希望咧睇悟最後嘅真理咁。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有好多靈界經驗啦。咁但係直至到最後，我唔要呢啲嘅神靈嘅嘢，我要找尋最終極嘅最後真理，就係讓人嘅罪得到係寬恕潔淨，讓人嘅苦難咧得到深沉嘅安慰。咁結果咧，我係直至我研究聖經，我睇到有關耶穌基督道咧成為肉身咧。咁即係話歷史上當時啲人見過耶穌基督啦，咁而見過耶穌基督嗰啲人咧，後來記錄嘅耶穌基督佢係有神蹟奇事啊，用比較異魚餵飽5000人，又能夠叫死人復活。又能夠醫病趕鬼。咁而更大嘅耶穌之所以萬世留名，就係因為咧佢明明被釘死十字架，但係佢卻死而復活。咁佢受咁多痛苦被釘死，係為咗將我哋人類嘅罪過同痛苦咧，由佢一個就係一個無限嘅真理，一個道嘅本身宇宙最後嘅本體，以佢無限嘅美善咧，去化解我哋人類每個人一生積集嘅種種苦同埋罪。咁佢取代咗我哋嘅苦罪，而讓我哋生命咧回復一個新嘅生出嚟嘅新生命，呢個叫重生得救嘅新生命咧。咁我回復翻內心咧同上帝嘅關係。咁呢個都係另外一種靈界經歷，就係因為上帝係一個靈，耶穌基督話過咧，神係一個靈咧，係你要用心靈同誠實去敬拜佢，即係你用心靈同誠實去會面到呢宇宙終極最後嘅真理，就係
宇宙嘅親情、宇宙嘅慈愛、宇宙咧美善嘅本體，咁咧佢可以主動同我哋溝通嘅時候咧，喺歷史上記錄呢啲嘅上帝嚟人間嘅啟示，咁呢啲就成為一個啟示嘅文本，而且咧你親身就可以經歷咧佢同你咧係進入你生命裏面，帶俾你好大嘅喜樂同埋新嘅生命嘅咁。呢啲都係咧即係我以前嘅經驗。咁但係咧當我經歷過呢之後咧，我就曾經一度咧又發現舊時靈界見過種種嘅神靈啊，又再次翻轉頭想我咧去翻佢哋嗰個世界，而且咧佢哋已經唔係再變成關公觀音啲民間嘅形象，而係以翻佢哋嘅靈體係一個比較係屬於係魔鬼性嘅，或者係天魔性嘅嗰種形象嘅出現嘅。咁咧我就當時一時即係信咗基督之後，但係我唔知點回應咁於是咧我就去找尋咧一個係好老嘅老傳道咁就佢係好有靈界經驗。我問佢，我受到我以前咧嗰啲我喺靈界遇過嗰啲靈，我冇接受佢，但係佢哋咧喺我信耶穌之後都想翻嚟咧攪擾我。咁我就問呢個老傳道咧，佢叫胡恩德先生，係老一輩好有屬靈能力嘅長輩。咁咧佢就話俾我聽咧，其實我哋唔使驚呢啲咁嘅鬼神因為咧嗰啲都係屬於魔鬼現出嚟各種嘅形象嚟呃你去追求嘅。咁咧但係我哋由於信耶穌基督咧，基督已經勝過咗咧呢個魔鬼嘅力量。咁所以咧魔鬼會變各種奇形古怪，或者係神仙，或者係天使，或者係靈界各種我哋熟悉嘅拜嘅神，其實都係魔鬼咧係喺我哋嘅心中產生一個嘅激光形象，嗰個 holograph 即係我腦裏面產生個立體形象。咁我以為見到關公見到觀音，其實都係腦裏面咧化出嚟嘅景嚟嘅啫。呢啲景咧其實咧你又唔使驚佢嘅，因為耶穌基督勝過咧種種嘅靈界嘅力量。咁所以咧你只要宣布就係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而且我而今肉身活着咧係因信神嘅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咁咧就當我後來我遇到呢種靈嘅出現嘅時期咧，我一引加太書呢一段嘅經文咧，就嗰啲嘢就走噶啦。咁真係喎，我真係即係根據呢個老牧師教嘅種種方法咧，我係用呢個方法就即時咧圍繞我嘅想去搞我嘅靈咧，就係全部離開嘅。咁然後咧佢就教我啦，即係如果遇着其他人有鬼附現象係點咧咁樣，咁咧就佢教我哋咧就係一定要首先咧要有一個自我潔淨。如果你要面對一啲人有鬼附，咁嘅人梗係驚啦，你見到咁，但係你唔使驚因為你係屬上帝噶嘛，你係贏咗佢噶嘛，所以佢係恐嚇唔到你，佢無論變咩形象你都唔使驚。因為我講過有啲人真係變成好似蛇咁樣，有啲又變成隻怪獸，即係張牙舞爪，即係佢係個人嚟嘅，不過佢又好猙獰嘅面目。但係你一啲都唔使驚，因為你係已經係屬上帝咧。咁但係你先要自我潔淨，就係求主耶穌基督寶血咧潔淨遮蓋自己咧。咁呢一種嘅遮蓋咧係保護咗你咧，讓嗰啲靈冇辦法攻擊到你，因為佢見到係基督嘅光、基督嘅能力。由你再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咧吩咐邪靈離開咧，咁嗰啲邪靈咧就會係驚耶穌基督嘅，因為佢道佢就係三位一體嘅真神，佢係最高嘅上帝嚟到人間。咁佢係道嘅本身，佢就係真理嘅本身，所以佢身上嘅顯示出嚟嘅真理嘅能力，但係佢嘅榮耀係讓嗰啲嘅邪靈咧係懼怕嘅。咁而結果我都有好幾次講鬼經驗啦，又真係咧係可以藉耶穌嘅名咧係趕走嗰啲鬼附嘅人身上嘅邪靈嘅。咁咧即係好奇怪㗎，即係如果人哋講鬼故我會驚，我見到真呢啲鬼附我又唔驚，因為咧係你唔驚得㗎。嗰個時候你要潔淨，求主耶穌嘅寶血潔淨咧，又讓聖靈嚟到我嘅生命裏面，由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咧
係可以趕走嗰啲邪奉，小明吩咐邪靈咧離開呢個人。咁有啲掙扎好耐，有啲即時就會離開，即係佢會有啲似電影裏面嗰啲鬼符嘅景象咧，我都見過真嘅。咁就結果我睇到神嘅大能上大能咧，係非常嘅龐大咧，係可以將呢啲嘢趕走嘅。咁所以咧，我一生即係靈界裏面咧都有好多嘅奇特嘅經驗。咁不過而家時間就差唔多啦，我真係有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就係當聖誕來臨嗰陣時，我哋要記住真正嘅美善嘅真理係嚟過人間咧，係可以潔淨我哋、改變我哋嘅。